晴儿，快点！我就跟你是谁？怎么样啊？没事。哎呦，对了，七姑，真儿和晴儿呢？哟，看样子伤得不轻啊。是啊，得想办法。王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王爷，哎，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，王爷。没错，这两个人是大内净尸房的安的。哦，也就是说呀，这俩狗的是老佛爷身边的太监。大夫，请外间坐。哎，您请。请。
大夫，王爷怎么样了？王爷呀，他只思虑过度，他需要好好静养啊，凡事不要打扰他啊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哎，牛祥在，送客。这告辞。谢谢。于先生请。请。大管家，你坐下歇歇吧。哎，歇歇吧，大伙儿坐吧也都坐下吧啊！快坐下，啊快点。哎干嘛呢？大管家，王爷他有什么吩咐？外头还停着2个死鬼呢。哎，王爷他不正是为这事儿犯难吗？他想不出个万全之策，这才急得昏过去。我就闹不清了，这有什么难的？这2个缺东少西的臭老公，他们擅闯王府打伤人，死了那是罪有应得。哎呀，五姑娘，他们2个虽然是罪有应得，可他们背后的人呐，是一手遮天。哼，你们几个也好好想想啊，他们俩为什么从西安回来？跟谁一块儿回来的？谁派他们回来的？哎，他们回来又为什么偏偏跑到咱们淳王府来抓人？他们想抓走枫叶要干什么？哼，哎，大伙儿细想想就明白了。淳王府有2条罪状在身了。这一呢是擅找替身，欺君不报；二呢是诛杀官宦，犯上不尊。哎，就这2条啊，淳王府就大祸临头喽。我说大管家呀，你们也用不着在这儿犯愁，请您去转告王爷去。我们2口子既然已经答应来到王府，就是来为你们消灾免难的，就是天塌下来，我们2口子也给你们顶着。不就是2条罪状吗？这杀人的罪我虎姑娘顶了，这人是我杀的，就应该由我来偿命。这擅找替身的罪呢，就栽到风姬酒的身上吧，就说他是冒名顶替，与王府无关，要杀要剐就随他们的便吧。这，风姬酒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这些日子，多谢2位的关照了。既然王爷不舒服，我们2个人就不打搅了，请你们转达我们对王爷的一拜吧。跪下。七姑，我们就告辞了。五姑娘，告辞。快走。枫叶，他们走了。舅爷，2位兄弟，这些天咱们在一起待得不错，望多保重吧。等等，舅爷，虎姑娘，你们俩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我再疯再无能，也不能眼瞧着你们往虎口里钻。回来吧，别走了。走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！我求求你们了，走啊！我求求你们了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舅爷，虎姑娘，虽说我们之间相处的日子不长，可你们2个人的为人，我是知道的。为了载沣和朝廷，你们舍生忘死。可我载沣对你们有何恩德？朝廷待你们有何益处？每当我想到这些，就像有针扎我的心。哎呦，王爷，您可别这么说，小民担待不起啊！不，
你们担得起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要不是我头上顶着这世袭王爷的铁帽子，我真想跟舅爷结拜兄弟。哎，别！王爷，您这话可要烧死小民了。小民啊，是下九流，天生的贱命，可没这福分。王爷说的对，你们两位深明大义，佩服佩服。就是啊，这些日子咱们在一块儿，真是亲如一家，情同骨肉。王爷恨不能把心都掏给你们看。虎姑娘，你们就别走了。行，不走就不走。看，都怪你在这添乱。哎呀，像这事儿怎么闹的，都成了我的不是了。核算他吃不了，都让我兜着。行了，咱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。舅爷，眼前这事儿，总得想个对策呀。对，既然王爷这么瞧得起我，嘿嘿，我倒有个主意。那好，咱们进屋去说说。啊，哎，啊，七姑，你去照看一下真儿和晴儿。哎，走吧。王爷，您慢走。来，大伙儿都坐下吧。舅爷，说说你的主意吧。好嘞。那我可不知道我这个主意呀，它好不好使？嘿，别不识抬举啊！有话说，有屁放。好，放，我立刻就放。